即马为着要来拼中秋进前，互花莲的光复乡会当恢复正常生活，目前这灾区内底呢2个加油站拢已经开始营业。也毋过呢，因为在地人这车呢拢已经互大水甲浸歹去，来加油的拢是一寡工程车甲怪手，这人客是减超过8成。即马现场的状况，咱交互台记台记者陈阿选甲柯明哲。 是主播帮刷湖灾情较大，已经第10天啊，光复加油站伫昨就一定开始营业啊。不过伫透早到大，基本上是无啥物人客，因为当地居民的车、乌托邦早就拢已经泡水啊，早就歹去啊。咱来听现场上新的一段访问。今嘛都剩这个3辆车呢，没有了。我们的车，我儿子上班的车都被水冲走了，没有。啊，摩托车。 有一台在这里也被冲走了，没有了。啊，伫咧平常时是差不多几台？250到270啊，250到270左右。啊，这阵剩几台？这剩到50台左右啊。啊，普遍今仔来加油拢是啥物车较济？哦，工程车较济。少数的是乌托邦，少数的无泡着水的。 除了中油有恢复用油，台电和台水也派大量的人力来到现场做抽修，帮助居民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台水表示，目前光复乡已经拢有水，只是水道水管尾流的所在水压较低。另外，经济部也讲，受灾居民伫9月份和10月份拢是唔免交水电钱的，希望拼中秋进前，幸福居民一个清气的生活。以上是记者陈阿选柯敏哲伫咧花莲上新的连续报道，咱甲时间交互主播。